盐坑已经是台南人口第一大行政区，身为当地议员林冠伟到处接到တင်情，公园游戏器材不止千篇一律，以盐坑探索公园为例，佮因为地方设计一个好的生车池，容易骨折拢是问题。所以，伫总日顺以屏东、台中、嘉义等县市特色公园的优质建设，强烈要求盐坑嘛需要一座大型的亲子共融公园。并且具体建议伫大湾溜冰场1500平用地来设立。这边是我们大湾溜冰场，后方大概1500平的我们的公园土地，那是公园用地哦，那就是右边这一张。好，我已经跟里长、公务局、公所去看完了。右边这一张大概1500平的土地，那这附近的人口，我们永康的中线、中线。好，还有我们整个大湾永康的大湾地区，大概住了10万人。好，因为市长当过我们永康县的市议员吼，那我们这边的地形地貌市长应该非常熟悉。好，我们这边是一个新的大湾重划区，那这一块刚刚好，地点也已经找好了。好，市长这边是不是可以？跟林议员报告这个部分您讲的非常对。事实上，我们对永康也非常关心。所以你刚刚提到那个这个西湾志洪池旁边的那个剩余的公园里，我一定跟您保证，我会赶快积极的找时间，在我们的总咨询结束，我们就会找时间去赶快去会勘，然后希望能够有提供给我们永康区的台南市民一个很好的一个游憩的环境。根据议员林冠伟了解，其他县市一座特色公园造价大约3000万，不过因为西湾地荒地现空的是公园用地，所以地点变同款的预算，希望创造亲子休闲新的焦点。对此，市长嘛答应在会勘以后积极来做，因为盐坑值得一座大型的特色公园。台南新闻管制林银光采访报道。